歡迎大家收睇樂天金市攻略。我哋先睇睇今日嘅題目，盲操作買入黃金係咪一個好策略嚟呢？我係你嘅今日節目嘅主持人 Marvin。睇到呢個 topic 咧，大家都諗緊啦。我哋投資唔係應該好好地有個投資嘅策略咩？咁我哋都叫做金市攻略啦嚇。咁我哋今日咧講一個非常之嶄新嘅題目，係關於一個盲操作，即係不多加思考咁去到操作投資嘅方式。咁呢個方式係點樣嚟呢？咁我哋先睇睇我哋嘅市場狀況，咁同大家再多講。睇到熒光幕上面嘅圖表呢，就係一個日本黃金零售價格嘅走勢。喺過去1/4個世紀啦嚇，即係20零30年前嘅時間，價格係持續上漲嘅，尤其喺2020年以後啦，個上漲咧係非常之驚人嘅。我哋再睇睇另一張圖表，另一張圖表顯示咧每個年度嘅黃金價格變化，回顧2001年至2025年啦嚇，截至11月14日嘅25年裏邊啊，價格上漲年份有22次，下跌年份就只有3次咁多嘅啫。上漲嘅22次裏邊咧，平均嘅漲幅咧為14.3% 啦。最大漲幅上面咧有41.2% 啦。下跌3次裏邊咧，平均跌幅就係只有1.6% 啦。最大跌幅咧就係3.7% 嘅。從呢啲數字嚟講咧，就好令人容易聯想到啦。呢25年咧，幾乎咧喺咩時間買入咧，都係會上漲啦，亦都唔需要考慮買入嘅時機啦嚇。盲目去操作咧，亦都係冇問題嘅。此外咧，圖表顯示咧，唔同時間咧，亦都有關於黃金嘅投資嘅一啲説法啦。譬如話係1970年啦，曾經有講過危機嘅時候咧就買入黃金啦。通脹時候買入黃金啦。黃金喺動盪嘅時間啦嚇係急速上漲嘅。1990年咧即流行另一個講法啦，就係股票同黃金咧係一個負相關嘅説法嘅。只要股票走高嘅時候啦嚇，黃金就會去有下跌嘅情況啦。去到70年代同埋90年代啦，只要咧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嘅説法上面有危機通脹，亦都係股票下跌嘅時候咧。其中其中一範啦嚇，就可以咧得出買入黃金係一個好嘅投資嘅決定啦。我哋見完咁多嘅圖表啦嚇，分析完之後咧，我哋講翻我哋今日主題就係盲目操作，係咪真係完全盲目操作咧？我哋咧去睇翻盲目操作，日文係本身嘅漢字上面所講咧，就係一個叫停止思考嘅方式嚟嘅。呢個方式咧，亦都係我哋日本嘅投資界，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我哋睇翻停止思考咧，其實咧本身係嚟自於心理學同埋教育嘅領域嘅。喺日本1960年代至90年代啦嚇，係指一啲唔自行思考而依賴外部價值觀同埋常識，或者陷入一個固定嘅觀念，不願去自檢嘅一個思維嘅狀態嚟嘅。及後去到2000年代啦，網絡普及嘅時候咧，日本嘅網絡界啦嚇，亦都將呢個停止思考咧用嚟做一個否定他人意見嘅方式。去到2010年代啦，隨住智能嘅手機同埋呢個社交媒體嘅普及咧，停止思考，我哋嘅譯法啦就係叫做盲操作啦，亦都係用嚟愛嚟做一個批判言論嘅詞彙。通常啦會出現咗嘅表現嘅語句方面啦嚇，大家就話呢個係常識嚟㗎啦，大家都係咁做。反對嘅人唔明嘅啫，亦都冇前例，科學證明正確。亦都係咧
大家喺呢個討論上面，如果咧係想終止呢個討論啦，亦都係無計可施嘅時候咧，都會講出呢個相關嘅言辭，而背後咧都係講緊呢個盲操作嘅方式。咁但係近年啦，盲操作咧咁都出現咗一個正面嘅意義嘅。咁喺心理認知嘅領域上面啦咁人類嘅大腦咧冇辦法去處理龐大嘅資訊咧，咁就可以出現咗呢個盲操作嘅方式啦。咁透過呢個規範化啦，咁喺某種程度上面咧，令到我哋咧嘅大腦咧仍然係能夠操作到嘅。此外啦，為咗保留有思考嘅空間啦，喺資訊過於多嘅時候啦咁我哋將相關嘅資訊咧隔開，亦都係一個自我保護大腦嘅機制嚟嘅。其實喺呢個盲操作上面啦亦都具有一個適當嘅正面嘅意義嘅。如果我哋去用得其所嘅話。咁我哋講緊呢個盲操作嘅方式呢，可以係點樣去呈現呢？咁我哋呢應該呢係將盲操作啦變成一個既有嘅思維。咁我哋要肯定翻啦，有3樣唔同嘅重點啦我哋捉緊呢3樣嘅唔同重點嚟去使用嘅。因為投資咧並非一個感覺同埋衝動嘅行為嚟嘅，係要有相關嘅知識啦。咁我哋嘅投資嘅活動咧，亦都係一個受法律規管嘅活動嚟嘅。要先明確翻啦，我哋嘅投資目的啦，預計風險同埋我哋嘅投資嘅時長啦。我哋咧要捉緊呢3樣嘅重點嚟去睇翻啦。而投資方面咧，我哋最緊要咧捉緊咧就係我哋嘅投資嘅目的啦。投資短期嘅交易啦，或者係長期嘅交易啦，用啲咩嘅方法啦？我哋係用期貨啊、股票啊，定係一啲定額嘅投資啊？我哋嘅行情上面係點啊？我哋係現時嘅市場方面嘅情況係點呢？我哋都要一一去到分析翻嘅。如果我哋捉緊呢3個要點嘅時候啦，我哋係用呢個盲操作嘅投資方式呢，就唔會有一個自我矛盾嘅問題啦。我哋舉個例子啦，如果大家呢係專注喺短期嘅交易，即係短線嘅交易啦。但係你睇嘅情況咧係一個長期嘅市場嘅動態啦，譬如話一啲央行公布嘅消息啦。反過嚟或者係長期嘅配置啦。但係咧淨係關注一啲短期嘅突發事件啦。我哋喺呢個盲操作上面咧，亦都會咧係判斷咧係會失準嘅。同樣啦，短期操作我哋咧就用一個定額嘅投資，但係咧調翻轉長期操作咧，亦都用緊一個短期交易嘅期貨嘅方式啦。亦都係會令到我哋呢一個盲操作嘅方式咧係有矛盾嘅，降低咗我哋嘅投資嘅效率。我哋接住再睇翻啦，我哋近期嘅狀況啦。喺2010年打後啦你可以見到圖表上面咧，其實咧我哋嘅危機啦，替代資產啦，同埋股票同埋美元上面啦亦都會造成一個短期嘅波動嘅。我哋睇翻長期嘅睇法上面啦一啲我哋央行嘅決定啦，亦都同埋一啲危機嘅非傳統嘅危機上面咧，亦都造成一個長期一個影響嘅因素嚟嘅。總括翻啦，我哋頭先所講咧呢個盲操作嘅方式啦，我哋停止相關嘅思維咧，係咪真係等同
完全唔思考呢？咁亦都唔係嘅。我哋要捉緊邊幾個要點呢？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我哋要清楚自己嘅投資目的啦，用啲咩手段啦，即係我哋用咩嘅投資工具啦。咁同埋最後睇翻我哋現時 PPT 嘅狀況，就係睇翻我哋嘅市場狀況啦。我哋確立咗呢3個最重要嘅因素呢，咁我哋呢就可以用到呢個新穎嘅投資方式啦。咁今日我哋嘅時間去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